第25頁。主白：以今奏為奉道，此戰王生功德事。奉智人某某，既合親眷人等，在舉華範，在身召請。召請到，當齋正前。某某一位正云，名師半雲童子，奉到泰山，沿江沿海，接引土地諸神，為願雙手撥去生死路，翻身跳出鬼門關，速赴華範受此功德。一帶一路並非口號，多謝大家收聽。